如果你問我中山主城區邊隻戶型最打得，我覺得一定係江裕灣呢個150方嘅大平層單輪贈送面積咧，佢一啲都唔會輸依家市面上嘅4代住宅。150方咧，佢實用面積去到220方，可以毛坯，亦都可以精裝修。呢度嘅交付標準啊，亦都好打得，全部用嘅都係一線品牌。關鍵係咩呢？依家送埋2個產權車位俾到你，小區園林啊，靚唔靚啊？而且啊，呢個陽台夠晒闊。關鍵係咩啊？南北對流啊，雙陽台，我哋廣東人呢就最中意噶啦。4代宅呢，送俾你嘅全部都係飄窗同埋露台。呢度唔同啦，送間房俾你，仲係套間添。成間屋啊，最多可以做到5房4衛。咁呢3間房都係套間房，都朝南，仲係睇小區園林，你就話得唔得食？喂，你俾講啊，呢度配套幾方便嘅喎，步行啊就去到中山北站，山姆會員店啊就喺附近。呢度呢用嘅仲係萬科物業。講實話，依家新嘅優惠政策，送2個車位俾你添。咁呢個價錢、呢個地段、呢個面積、呢個戶型，佢就係最打得嘅。最後呢，俾大家睇睇小區園林環境係咪做得好精緻呢？低樓層就望花園。如果你買個高樓層，依家小部分單位仲可以望到江。